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台中的新公司外百货公司昨挖斗的时发生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1个人受伤。消防局初步了解，可能是12楼的装潢施工才会造成爆炸。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会赶紧启动调查。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也赶来现场，也讲会担起相关的责任。民众开车经过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成功3月百货大楼前，百货12楼汹汹爆炸。爱尔兰跟爆炸声了后，火焰真大，真侪砖仔架位12楼落落来，现场那亲像去互崩过共款，还佫有人倒伫涂骹等待救援。当时当地世界民众讲到代志发生迄当时，也是心惊惊。很大声的震动，我们那时候第一时间以为是地震。然后后来发现说不是地震，因为有碎片从那个电梯的那个上方全部都掉下来，很大的爆炸，我就趴在地上。哎呀，我公司在旁边啊，一爆我就趴在地上，全部都是烟。台中成功3月13中昼11点半发生严重起爆意外，消防局局部派遣大队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佮启动大量相关机制。到下晡4点，疏散差不多230外民众，现场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其中2个人是百货员工。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爆炸位置初步判定伫12楼。据了解，它是瓦斯气爆。了解的情况是说，今天早上在12层楼的地方有在做施工的动作。那是不是因为施工导致气爆？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调查了以后才会做一个厘清。据了解，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那这也是，但这不是最后 final，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它有一定的程序，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消防局表示，当时12楼美食街正在进行装潢，不过是不是爆炸原因要去调查，因为爆炸威力真强，致使楼地板规个有崩塌的情形。市政府赶紧请土木技师加建筑师会勘，初步了解，损害拢是外壁甲架间，建筑无入去的危险。意外发生了后，成功3月的高层嘛赶到现场。我们自己的同仁也有受到伤害，所以我想让我们接下来先去处理，那后续我们一定会跟各位来做报告。成功3月总经理表示，公司会配合相关单位的调查，并负起该负的责任。市政府表示，在查清楚爆炸原因了后，会追究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新公司为百货公司爆炸事件，消防局出动大批消防救护车，145位消防人员加搜救犬、无人机投入救灾。这场爆炸造成4个人死亡，31个人受伤，其中有澳门籍一家伙仔7个人来台湾，煞有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2岁查某囡仔还搁咧插管急救当中。刘委会表示，已经通报澳门政府提供必要的协助，消防者的澳门家属会伫咧今仔日坐飞联机来台湾。消防人员入去灾情上较严重的12楼搜救，现场规个是乱糟糟，连一点仔卡路都无。台中新光3月12楼的美食街，那像因为装潢施工致使爆炸，规个12楼是崩甲无一块好。搜救犬伫砖仔角来来回回，用片的要来找人，找看敢有民众掉伫内底。咱若楼骹11楼灾情较无严重，毋过天棚是规片拢落落来。空翕机翕到新光3月的外口时，因为爆炸破真侪空，砖仔架甲窗仔门是拢崩甲四散去，灾情是真严重。台中市消防局紧急出动58台车、145个人甲2架搜救犬，加上无人机投入搜救。隆重甲235个人疏开。我们在11点33分受理报案，然后我们在11点37分，专责救护队就已经到达现场检伤，所以展开了这个整个救援的一个工作，所以并没有延误。这个爆炸意外，还佫牵连到路人的民众，包括来台湾旅游、澳门籍祖孙4代，一家伙仔7个人经过新光3月的人行道，去互爆炸落来的物件攻着，致使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严重的头部外伤跟那个肺部有挫伤，那因为只有2岁，那多重的这个外伤，那跟家征询之后呢，我们就目前转院在中国医药学院在那边做紧急的处理。本会的港澳处已经派人到台中去了关心和了解。那如果有任何需要，会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那也会
透过台澳联系管道通报澳门政府。总统赖清德关心这届爆炸救灾情形，嘛讲行政院长邓英泰已经指示消防署调度救援的人力，卫福部嘛协调医疗的资源，提供受伤的人上好的救护。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消防局初步调查爆炸的原因，疑似是12楼美食区的装潢工程造成的。台中市政府表示，并无收到新光3月的施工申請，市府相關的局處會依法開發，初步估計會開發120班。也若有20個相關的工作人員，也佇昨以證人的身份到警察局製作筆錄，其中12個人佇半暝移到地檢署復訊。台中新光3月中港店13中昼传出爆炸意外，我倒食饭的时段人是真侪。迄当阵看电影的西百货公司的民众是赶紧走出来。根据通报，迄当阵11楼的商场甲12楼的美食街当咧装潢施工，受到牵连的楼层为9楼至12楼，其中以12樓是上較嚴重，也若13樓、14樓是餐廳甲電影院。專家研判，要先查清楚家屬的講線，才有法度釐清是啥物人的責任。如果说真的是因为人为方面去把它切割而造成渗漏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到底这个管线的这个调查是不是没有做明管，而且是被隐蔽变成是隐蔽管。屏东天然气公司表示，车站已经把专柜的架数表拆掉，嘛把天然气的管线封起来。13这天并无施工，技術人員去勘察，架數無漏出來，現場嘛無火炭燒的痕跡。台中地檢署做專案小組去事故的現場，會動警察、消防單位，以搜證調查、保全證據，要來釐清原因，甲找出是誰的責任了後會裁罰。市府初步估計會罰120萬。地檢署已經馬上組成專案小組，然後會同法醫以及火調小組，然後技師工會以及新中瓦斯等等的機關。台中市長羅秀燕表示，這屆爆炸案件災害真嚴重，新光3月就要停業，會看調查的情形，包括公安、建管甲相關勞動檢查，確定安全無問題了後，才會同意恢復營業。新光3月百貨公司必須停業哈。那至於停業到什麼時候呢？就看檢察官他調查的情形，現場調查的情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13下晡開始，就通知工人、百貨公司甲家屬的業者等20個人，以證人的身份去警察局做筆錄。檢察官閱卷了後，認定有復訊的必要。暗時10點左右，請其中12個人去地檢署接受復訊，其他請回。記者綜合報道。關心天氣，今仔日大陸冷氣團減弱，早時水氣減少了後，會變做多雲為主的天氣。南部地區下晡雲才會開始變高，咱來看雲圖。今仔日各地頭的雨水會豆豆轉好，今仔日到明仔除了北海岸東半部地區雲較高有南山雨水以外，整體的天氣攏袂歹。不過明仔暗時有風冰通過，北部甲東半部地區會閣再變做局部短暫雨的天氣。禮拜早時開始，另外一波冷氣團落南會影響到後禮拜2。北部東半部地區會閣再變做濕冷的天氣形態，氣溫是9度到16度。過年了後，真濟人咧走北，其中有98.6%的患者攏驗到諾羅病毒，這是5年以來上懸的記錄。醫師提醒，100隻諾羅病毒就會互人破病，而且患者吐一解內底就幾落千萬的病毒，請大家要注意衛生，接洗手上重要。頭骨樓一直走變數，根據疾管署的統計，春節過了後，全國老社就醫的人次都突破30萬人，創下10年來的新高。在過去4禮拜，發生398件規定人老社，其中98.6%的患者攏驗出諾羅病毒，共款創下將近5年來同期的新高。幾乎1/3都是從急診轉介過來到我門診啊。那這些病患都是因為很厲害的嘔吐、腹瀉啊，有一個年輕人這樣子嘔吐啊、腹瀉了15次。諾羅疫情在春節了後大流行，
小儿科医师王伟力嘛提醒诺罗伊的传染力袂使无注意，因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只要100只诺罗病毒都会互人破病。啊，不过患者若是吐一解，伊的喙烂手甲吐出来物件，都藏几落千万只诺罗病毒伫内底，所以定定是一个人去丢掉，规家伙破病。这个病毒在我们肠道里面，它会很容易增殖，增殖以后，我们排出来的病毒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要被这些排泄物污染的环境或者是饮水感染的机会就很大。感染科医师提醒，当年的9月到反当年3月，拢是诺罗的流行期，病毒主要是透过粪口传染，特别是海产类，所以民众爱避免唔通食生的。另外，要预防一定要用水甲杀蚊洗手。若是酒精对诺罗病毒是无效的，都要用漂白水消毒才会使。不过，医师嘛表示，大部分感染诺罗差不多3至5天就会治疗好势，无需要伤紧张。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海药啊清冠1号，互人认定有效，也通降低重症的风险。最近流感当咧大流行，专家指出，清冠1号同款会当压制 A 型的流感病毒，改善相关的症头，而且对变种的病毒嘛是有效果。伫咧新冠疫情期间，中医药伫咧防治这部分有发挥作用。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指出，清冠1号会当阻止病毒入侵细胞，佫会当减少发炎的反应。苏当时就185万人食了有效。啊，那清冠1号敢有法度对抗目前正咧流行的流感呢？专家是安尼讲，它就是让病毒比较不容易攻入细胞啦。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即便它攻入细胞之后，它会去抑制这些发炎讯号，让它不要发炎的那么严重。研究显示，清冠1号会当压制 H1N1 流感病毒复制，嘛会当改善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气管相关症状，甚至降低肺炎各重症的状况，比起流感更较会当应对变异的病毒。因为不是很精准，但是它是多靶点，所以它对变种有效。另外，由联合会精准医疗建构小组研究出来汉药新冠指数1号，经过临床的证实，显示对治疗流感的病尾，也就是家扫这部分是有效果的。收录了231位病人，然后整个医学统计观察下来呢，他在1到2个礼拜内就起到一个很好的疗效。统计显示，顶礼拜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超过18万人次，这是最近10年来流感季上悬的纪录。有超过8成8个人是无注意防晒的。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除了提醒注疫苗的重要性，嘛呼吁民众会当找医生评估，看敢要使用清冠1号来对抗流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统计显示，联合报真侪民众出国旅游，交通部统计，去年出入境台湾机场的航空客运量达到6396万人次，创下疫情以后的新高。桃园机场的客运量疫情以后头摆超过4000万人次，其中出国的有1552.3万人次，是国际旅客来台数量的约2倍。到日本、韩国的人数更加是创下新高。接落来是自由时报，美国总统 Trump 13签备忘录，要求伊的经济团队制定计划，向所有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对等的关税，但是这未遂成效，这可能致使新一波的贸易战开始。落尾是中国时报，国发会13日行政院会报告2025年总体经济情势加未来展望。因为 AI 需求高，主计总署估计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可能通达到3.29%。因若半导体供应链国内先进制停，估计房市产能、有企业净零、有所谓投资等等的因素，是今年经济成长的关键。台海无明前，国防部佫监测到6架中国军机，其中有4架下溃台海协中线入来咱的北部空域，也有8架军舰加1架公务船来扰乱。另外，中国军舰桂林号12下晡出现伫咱东北部的海域，咱的海军也派船去较对。学者分析，不排除是中国咧演练海空作战等等的任务。
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共军的动态好亲像无平常。国防部13发布查到6台强机，其中有4台飞过海峡中线，拢进入北部空域，也有8只强舰、1只公务船拢出现伫台海。另外，军事专业台湾 ADIZ 嘛公布，共军空5-2D 飞弹驱逐舰桂林号12下晡伫东北角海峡出入，好亲像伫帮拖叶式成立，也引起关心。我们现在正开始在推动国造潜舰嘛，那所以或许在这个区域也加强这个潜舰的这个反潜的侦测活动也说不定。但是另外，当然美军的这个水下活动，日本的水下活动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可能很频繁，所以他在这个区域做这种反潜的演练，可能是也有它的必要性。针对桂林号好亲像情愫的行为，海军唔敢大意，伫边啊紧张监控。东北角外海是各个潜水舰出入的热区，学者研判，共军可能伫演练联合海空作战，也是执行反潜舰任务。国家各组舰舰海鲲号一定伫今年交艦，无排除共军是提早做好因应准备。舰满舷、弹满舱的状态。也是中共不满美艦窜过台海，故意选伫12月元宵节即天出动海空兵力伫台海进行舰备警巡。共军淮北舰展开实兵对抗，进入接战的状态，向南方的义勇舰发声。外面也当看到双方伫对立。中国台湾宜阳号，中国海军淮北舰教。淮北号就是宜阳舰起回答。元宵节是我们两岸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值此佳节之际，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元宵节快乐。面对共军的挑战，海军强调运用联合情报监控侦查，专程掌握海上的目标动态甲敌情。但是共舰公布内容是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桥头地检署张杰认为，将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涉嫌受中国的指示，透过记者会接受采访、甲民调等等方式，替郭台铭来宣传，而且也去中国寄因的政协主席等等人士。检方是按照反渗透法等等罪嫌，甲伊起诉。指控指诉总统大选进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家人大背下来配合，要拼透过联署独立参选总统，不过最后无登记参选。郭台铭清早期间常常看到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出来受听，不过去年张显尧和桥头地检署依照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所属约谈12个警戒起诉。草拟文件进行电子签章，将该文件转交中国官方高层，以书面方式宣示在台支持郭姓候选人参选，以此方式介入我国总统大选。高检调查指出，张显尧疑似接受中国代理人的指示，配合中国政府计划优待郭台铭车辆。打压迄时阵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佮配合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作为副总统竞选，促成过挂配，想要影响咱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弥补一下这边手机。那郭董刚刚说什么？检方提出张显尧透过开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甲发布过挂配，佮较比侯友宜民调较好，来替郭台铭宣传，甚至亲身去中国会见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人，确认郭台铭参选计划。无厘头、急性式、偏执性的市政治理模式，造成台北市政不通、人不和。国民党籍的张显尧捌伫2018年导致党内台北市长候选，最后失败。伫2013年，前总统马英九任期之内，做陆委会副主委，因为被检举涉嫌涉弊予中共，才离职。不过经过调查半年了后，得到无起诉的处分。即马阁被以涉犯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不过到中告这个为止，张显尧无针对这代志来回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14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进前，当地发生汽车弄人阵的案件，至少有30个人受伤，其中有人状况是真严重。嫌犯来自阿富汗，伫咧德国有合法的居留甲工作权，无前科。目前案件正咧调查。也那总理小组是呼吁讲，甲嫌犯赶出境。也那塔利班是表示已经准备好势，要甲德国合作。伫慕尼黑一场工会游行，有一台车竟然去弄人阵，造成几10个人受伤。
警方接到通报，随去现场，附近的街路互警察车封起来，顶悬嘛有伫升机。警方讲，这个嫌犯是一个阿富汗人，已经抓起来啊。有目击者讲，案发的现场有人倒伫涂骹，佮看到有一个人去互警方带走，真侪人坐伫涂骹口，是惊甲皮皮喘。Ich gehe davon aus, dass das schon absichtlich war. Also mir schien es, als hätte das Auto beschleunigt, bevor es. Personen verletzt. Wir gehen im Moment von weit über 20 Verletzten aus, von Schwerverletzten und teilweise sogar Schwerstverletzten. Er konnte dann durch Polizeikräfte überwältigt werden, nachdem sogar ein Schuss abgegeben wurde von einem Polizeibeamten. 案发的地点是真敏感，离安全会议的场地敢若1.5公里。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内等等国家的高层出席。当局部署5千的警察戒备维安。Eines muss ich Ihnen sagen, es handelt sich wohl mutmaßlich einen Anschlag. 有官员表示，这个嫌犯今年24岁，2016年以未成年难民的身份来到德国，伊庇护申请伫2020年去用拒绝，迄当初法令要甲伊赶出境，不过2021年4月去用慕尼黑当局推翻。几个月了后，发寄留的许可予伊，了后伊读册完成职业的训练，还佫伫2间保全公司上班。因为无前科，伫犯案进前，伊是一个普通的百姓。目前调查极端主义检察部门已经介入。Nachsicht rechnen, muss bestraft werden und muss das Land verlassen. 塔利班表示，愿意甲德国就这个案来合作，来交换伫德国重新成立领事馆。这个事件互德国移民伫咧国内造成伤害问题，佫一届出现。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要求巴伐利亚邦的总理基德都要落台负责。前财政部长林德达呼吁，移民甲赶出境的政策都要打更较硬力。公司新闻梁分析。美国总统 Trump 12有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讲电话，双方同意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見面進行結束俄羅戰爭的談判。Trump 也有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話，不過美國認為烏克蘭加入北約根本無幫助，也無啥可能甲所有的國土攏收倒轉來。後面是隨表示，這個談判關係到烏克蘭的命運，後面袂使無參加。We had a great call, and it lasted for a long time, over an hour. This morning, I also ha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a very good call after that, and I think we're on the way to getting peace. 川普12和羅西亞總統普丁是通1點半鐘的電話，雙方同意隨來推動羅歐的和平會談，兩個人會先喺第三國會面，地點有可能是沙烏地阿拉伯。後邊川普嘛和澤倫斯基通話差不多1點鐘，互看做是伊要用外交手段來結束這場戰爭的重要一步。不過，川普協商的選擇，敢若是以羅西亞優先。美國國防部長霍格塞斯喺後面的烏克蘭軍事盟友會議頂懸，嘛直接講烏克蘭想要收復2014年羅西亞控制克里米亞戰爭的邊界，實在小想。而且，川普政府嘛無認為講烏克蘭加入北約必須是和平方案的一部分。川普進一步肯定霍格塞斯的講法，否認甲澤倫斯基排除。另外，閣甲口說講人民可能無夠支持伊。I don't think it's practical to. They've been saying that for a long time, that Ukraine cannot go into NATO, and I'm okay with. Are you freezing out President Zelensky of this process? No, I don't think so. As long as he's there, but at some point you're going to have elections too.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12到烏克蘭變做川普對高的第一個人，伊和澤倫斯基會面討論美方提出的擴散的協議，都是用稀土來換美方軍員的安全保障，希望在14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會當來定案。美方是一系列來推動要結束戰爭的操作，但是煞甲歐洲漏掉。後面執委會和英國、德國、法國等等7國是發表聯合聲明講，未來任何和烏克蘭的命運有關係的談判，後面是一定要參加，要讓烏克蘭在有利的位達成公平協議，提供安全保障，來當確保永久的和平。公司新聞是會長編譯。美國總統 Trump 一直看講要甲基連蘭島買落來，即馬單美人總算是出聲，有人講要傾1條美金，甲美國的加州買落來，目前已經超過20萬人來聯署。大家知影單美需要啥物無？佫較濟日頭光裝修價，劉秉儀即馬有真好嘅機會影實現這夢想，大家應甲川普買加州。
这份由陈美人发起的集资1兆美金买美国加州的请愿书，已经吸超过20万的单币民众联署。其中表示要将加州改名做新单币，迪士尼的乐园改做安徒生乐园等等，也列出单币买加州真侪好处，包含改善天气、稳定的由来供应，加对全球科技产业的掌控权。佮考察川普对加州的弃嫌姿态。表示，川普捌讲加州是联邦内底上破败的州，也甲加州领导人当年袂合，确定会用合理的计数卖掉加州。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展现对格陵兰的高度兴趣，佮讲要将买落来，引起在地人甲南北政府的强烈反对，表示格陵兰是非败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前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表示，美国要买格陵兰，毋是咧讲耍笑。最近也有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支持川普的计划，是因为看重格陵兰的战略甲经济重要性。讲更较清楚，就是利用伊独特的地理位置，结合中国甲 Russia 行动。Its location and proximity to critical transatlantic trade routes places it at the center of several global debates.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Arctic region, where Russia has long maintained military assets and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with a clear strategic eye, is a direct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另外，格陵兰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大家拢想要爱。稀土元素是为科技到国防拢会用到的关键材料。美国摕到格陵兰资源，也是非大大要降价，靠外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It feels like we're saying they are an object that we can just take because we are the richest,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re's so much that we can be doing without having to own Greenland. 华府杂志有一场辩论，时机也多是格陵兰3月11举行的大选进程。选举主要议题有格陵兰独立的愿望、甲南美、甲美国的关系。华府的辩论当中，共和党参议员主要以罗西亚甲中国威胁当作美国买格陵兰的理由。根据顶礼拜7份上新的民调，85%格陵兰人反对美国买格陵兰，其中将近一半人将川普的高度兴趣当作是一种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 Trump 今仔日要求财政部等等部会全面检视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的不对等措施，包括关税等等。佮讲到要对晶片来课关税，而且佮再点名台湾甲美国的晶片生理抢走，所有业者拢会用得到美国设厂就袂有关税。法国总统马克宏甲印度总理莫迪昨参访马赛，两个人宣布要打造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透过海陆运输产品甲能源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澳洲国防部昨指控澳军一架军机11伫咧南海拄到一架中国战机的无安全行为。中国外交部昨回应讲，澳洲军机超工侵扰中国的西沙群岛的领空，则采取驱离措施，讲因是正当合法。澳洲搁再发布声明，公布3只中国军舰最近伫咧澳洲专属经济区甲东北海峡的活动，强调会继续监测。诈骗的情形无分国内外，来看泰国政府就规气甲边境的电力、网络、石油拢切互断，诈骗园区经营袂落，才甲260个人放出来。其中有7个人是台湾人，咱的刑事局是表示，有1个人是通缉犯，其他敢是互人骗去诈骗的，也搁来调查。便衣刑警上门强势控制嫌犯，连11人大部假投资，诈超过5000万，真侪钱拢西往境外。警方研判背后诈欺集团伫柬埔寨，可能是虚拟货币的方式，然后将赃款移转至境外。被招诈骗据点插旗东南亚，唔拿骗钱，各怪台湾人出国。在咱打击进前，泰国先出手，将泰缅边境部分地区断电断网定电流。缅甸也伫10日为当地诈骗园区释放260个外国人，其中7人是台湾人。初步的清查，有1名是通缉犯。假设是鉴定是被害人的话，会依国际原则来把他遣返到原来的国家。刑事局证实已经接到泰国通报，初步调查名单有1个人伫台湾犯诈欺被通缉，是毋是拢是被害者？爱国查证。
不过诈骗的乱象真猖狂，敢若是去年1月已经受理超过13000件的报案，财损有93亿。版主这个地方在去年也接受了救助了20几位即将要自杀的一个群众，受害者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地狱当中。警方成立专网打诈仪表帮，即马系统去优化。城市新专区用影像化的方式，甲个人为网站找到属下资讯，也佮加关键字的功能，营造出不明来 ID 或者是投资网站，调查是毋是甲诈骗有关系。不过全网上线2个月过，只有44万外进出来看，警方承认也佮努力的空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工业区有一间光学工厂，昨中昼发生火灾，赶紧甲242个员工疏开，其中有7个人伫咧逃生的时候分遭着伤，送病院治疗。消防初步判断可能是机台受过烧，才会呛烟着火。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入去工厂内底，消防派22台拍火车，23个人去拍火。因为乌烟一直为2楼闻出来，4楼的外口时嘛会当看到有烟，赶紧甲242个工厂的员工疏开。走出来了后，因也是真惊吓。其中7个员工伫走出来时阵，去互烟砸着伤，互插去救护车车顶速上烧。因为上烧无够，赶紧甲因送病院。拢总5个查甫，2个查某，计共7个人，加在意识拢真清楚，分别送去成大、永康基美病院治疗。台南安平工业区这间光学制造工厂。13瓦斗的时阵，传出发生火烧，消防员伫2楼发现哪像都是这台机台烧起来，历史烟顺风箱闻出来，消防员随转水，15分钟火就随拍花，而且伫传出火灾的时阵，工厂内底消防设备甲排烟的装置嘛自动开开。燃烧的范围应该是在2楼这个疑似是烤箱过热发烟起火根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光学制造工厂，现场是消防局列管的定类极度危险工作场所，属于内底有可能会导火的物件。不过库存量少，炭烧的范围小，速度嘛慢。若发生火烧，规模无大。每一年11月底进前，需要做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甲申报比早一届。目前暂时也无报出财损。若详细导火原因，甲厂区敢有违规疏失，嘛由环保局、纳数公司甲劳检中心相关的单位做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标题立委陈超明区顶军的罢免团体13去到中选会送第1阶段的联署书，进前将罢免区顶军的团体领衔人有风声讲，因为受到压力来退出，目前是由已经90岁的国宝级作家李乔来接领衔人。另外，高雄市罢免立委区长及黄捷团队，昨夜早接上联署书，坐游览车就北到中选会交行。罢免团体13早起去中选会到苗栗第1选区无党籍立委陈超明，甲第2选区国民党立委区顶军罢免提议联署书。不过苗栗第2选区立委罢免的代表人，传出因为压力伤大来退出，由今年90岁国宝级的作家李乔接做代表人。苗栗选区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大家回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讲说，其实大家都有遭受很多有形无形的压力，但是老师认为说，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应该要站出来。我们在联署的时候也遇到了，就是对方的支持者对我们做出一些口语上面的话，这样子。我们也想在苗栗找地方联署，但是一直都店家其实都也很害怕。罢免团体表示，李乔虽然已经有会啊，不过伊一个手就答应要做代表人，未来可能透过文字或者是影像的方式，表达对罢免行动的支持。陈超明强调讲，伊专心问政服务，对民间团体送交第1阶段罢免提议联署书表达尊重。也拿区顶军批评讲，大罢免无采人民纳税的钱，制造社会不安甲对峙，是全民焦虑。我呼吁民进党，敢做要敢当啦不要躲在民团后面那整天只会做一些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另外，高雄市罢免立委柯志杰甲黄捷的团体嘛准备拢总10箱的联署书，搭游览车上北要交去中选会。无论是许志杰还是黄捷的联署书，我们都是接近3500份，我们准备的数量绝对超过现在要罢免他们的门槛。这次罢免案也是对我的检验，
我会端出政绩，正面迎战，相信高雄选民会给我肯定，继续让我服务高雄。黄济回应讲，这届大罢免，伊是唯一一个去互共一批人罢免两届的人。伊尊重公民表达意见的权利，嘛相信高雄市民拢是伊的肉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荒庙到今已经有310档历史。嘉义市的大业实验国中用嘉义县荒庙的历史做背景，设计出符合108课纲的实景解谜题目，结合数学、英文、诗词等等的内容，让学生啊哪解谜，哪入捌嘉义县荒庙的历史。从这个写的看，你发现这是西城东加北出来。学生伫学班头前研究史书内底的线索，佮配合记录家己历史的路径，想要来解谜找答案。嘉义市大业实验国中用嘉义县荒庙的历史文化做背景，结合108课纲设计实景解谜的活动。参与的学生就讲，真无简单，不过真好耍。我们也有融入一些我们学到的数学元素在里面，那个结合社会、个英文，个融入一些 AI 的科技，所以囡仔会感觉讲去挑战这个题目，跟学校内底的场域佫无共款。然后非常的有挑战性。最难的就是你要先找到它是哪一个贡品，就是你要先对应到它的位置，然后还要约分扩分，有的还是小数，所以算起来比较不容易。如果算错一题，可能就找不到了。老师表示，去年都有准备实景解谜课程，这届配合嘉义市政府甲县荒庙做伙设计地庙内的实景解谜。要来甲课本的知识、甲地方的文化夹做伙。很少去公庙，就1年过年去1次而已，可能不太会去接触公庙文化。那这是让我去接触公庙文化，并且了解、理解这些宗教的一个方法。学生不只是过来解谜、上界去买，你都会使了解到咱嘉义小荒庙内底的一寡古迹文物全部都融入在这个题目当中。大业实验国中表示，为了要设计实景解谜题目，各科目的老师为去年就开始研究嘉义县荒庙的历史。透过这届机会，学生唔但对庙宇艺术文化有新的体验，嘛互参与的老师伫过程详细入捌到嘉义在地文化底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天气无稳定，寒又搁落雨，民众较无爱出门，嘛影响到关会意愿。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目前全台湾血库大约剩5天的量，除了 AB 型的血，其他的血型是拢真欠。民众来到关血中心，先量血压做基本的检查了后，才会使开始关血。有的民众已经固定关血10多年的时间，都是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超定期有咧关啦，超20-30年有啊吧。我一开始是因为做兵关血，尾就养成习惯，平时爱注意家己身体维持较健康的，莫影响到用血的人的迄落。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旧历过年前后，开始发生欠血情形，尤其今年年假结束，感冒的人多，流感疫情也悬，加上这阵仔天气无稳定，寒搁落雨，以彰化关血站来讲，来关血人就减了一半。因为迄天气的温差伤大，会影响到我们捐血人来捐血的意愿，所以这几天比较冷。原本的捐血人可能一天20几个，可能就会降到10几个这样子。我们4种血型，我们目前大概只剩5天的量。那我们的安全的话要有7天以上，所以还有短少，足足有2天。那2天的话，大概是缺大概有4000袋的一个血库量。根据血液基金会到13的统计，全台湾血库大概剩51分的量，除了 AB 型的血，其他血型的量拢真少。关血站表示。关血唔乃当救人，嘛当提升免疫力，预防高血压、高血脂，鼓励民众培养定期关血惯习。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玫瑰花的需求量增加。不过今年因为天气湿够冷，花农减收4成，玫瑰花的价销是起较真悬。不过嘛有民众会改买永生花，免烦恼花会冷去。各种湿水的玫瑰花放伫店面上显白的所在，真侪人行过拢会看一个。上经典的红色玫瑰花，甲粉红色的刺草同款嘛真好，因为西洋情人节要到啊。不过今年若要买玫瑰季节，就要加开花钱。2个礼拜前价钱的话，应该以我们的批价，每把20支的话，应该差不多在400到500。
以现在情人节的前3、4天的话，应该有到1000到1300。今年玫瑰起价主要因为天气寒，佮加上湿气悬，地区影响到花成长。业者讲，种玫瑰花农今年减收4成，以台北拍卖市场来看，花发价一束20支来到504块，小卖起到1300块左右。那进口价销将近爱2000块，兼爱提早做文才买得到。民众认为价销可会当接受。我即摆是无女朋友啊，毋过我若是有的话，外口我是感觉一档若是1道的话，我感觉袂歹啊。系啊，那查某讲爱花的话，我会送的啊。对，那价销这个部分，恁大概偌济当接受？价销哦，差不多700吧，差不多吧。情人节送礼，近来无人会买永生花，嘛就是卖冷气的花。花艺师讲，这款价销较袂起起落落，加上花色水加真侪通选，不少人会买这来代替。这永生花的技术就是把真花的玫瑰花，把它做成加工染色，互伊固定起来，所以伊嘛一个名叫做不雕花。这种花放伫厝里吼，会当放足久，比青花会当保持较久。虽然国产甲进口的玫瑰价销拢起价，不过业者讲，其实今年来买人电脑屏真几档价较济，主要因为今年春节参情人节无伤瓦紧，送礼嘛无一定爱送花，表达心意较要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为2019年开始推动各中小逐礼拜食上无2摆有机菜色的计划，即马是搁在推出有机米的计划，甲在地农民生产的有机米提供到学校的营养中昼顿，希望囡仔食了较健康，也会当熟悉稻仔的文化。挂稻仔机伫咧稻仔田来来回回，准备收成辛苦种植的稻仔，看起来规个采收过程。甲一般稻仔田无啥物无共，不过上大的差别是这区稻仔田种的是有机米，而没有针对某种作物或是病害跟虫害去做一个伤害跟施洒药剂，那让它的族群是共生的、共存的，然后让有机的稻米是很自然的去生产出来。采收完成的稻仔，连伊用卡车送来米家厂处理好势。就直接送入去新德县的校园做营养午餐的食材，用水洗清气，直接放入去电锅煮，香公公的白饭就煮好啊！学生排队摕碗内底，大家拢学了有机白饭，真好食。外面的饭都会比较黏腻，然后呢，比较不好挖开，这个饭就比较蓬松，就比较好挖开，比较好吃，就是没有加农药。比较香。不管我们有机蔬菜、有机米，我们都推动在地的蔬菜跟稻米，然后进到我们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里面，小朋友吃得安心，家长放心哈。那也可以让我们农民生产的蔬菜跟稻米可以很快的进到我们在地的餐桌，同时能够友善我们的环境。新德县农业处指出，新德县在地种有机米的面积大约50公顷，10公顷会当生产3000公斤。目前一礼拜提供学校2摆，一个学期提供学校使用有机米大约240吨。未来会继续推广有机米营养午餐，让学生食健康、营养高大汉。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有一种外来种的鱼仔，叫做壳雀鳝。高雄最近有民众钓到一尾要到2米的壳雀鳝，学者也讲，这是目前台湾有记录的资料以来上大尾的。这种鱼仔目前也无发现到伫咧野生探种的记录，对生态环境敢有影响？国外做调查。睇伫涂骹参家己开40分钟，才游起来大鱼做回翕相比较，人的身悬煞无鱼仔的长，体重一两有195公分。这是一款外来鱼，号做二雀鳝，因为喙管甲喙齿甲壳鱼真相像，嘛有人叫其壳鱼火箭。以前有水族馆进口来台湾，当作观赏鱼，后来因为体型伤大，互人弃养掠去野外放。这几年小煞有人伫溪仔钓到。前后后就开到40分钟有啦，鱼仔甲互阮请起来。请起来，阮当然钓鱼仔的人会去随身的炸那种量尺啊，会甲量这个鱼有多大这样的当然做个记录啦。
酷奇火箭原产地是伫北美洲，上大会当到3米。进前台湾发现野生上大只的大概是1.2米，这尾1.9米的是上新的纪录。因为酷奇火箭会食鱼啊、鸟啊、细卡啊，人工饲养的好生态，不过即摆也毋捌发现到伊伫野外生态的纪录。敢会亲像鱼好对生态影响遐尼严重呢？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福新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调查。可能它的繁殖的那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那实际上它的生态的资料，其实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所以说，它到底要长到多大，它才有繁殖能力？其实目前还不是很了解。陈教授讲，酷奇火箭伫野外无天敌，不过也毋捌看到生甲规大阵的，所以危害程度无法度估计。教授也要提醒大家，这款鱼仔的卵有毒，若是钓到，千万唔通乌白煮来食，才袂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节目最后，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22度。中部地区13度到21度，南部地区14度到23度，东部地区14度到22度，高岛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